警方咧而家咧係已經將會展咧，即係話會場世貿會議舉行緊嘅地點咧，係將嗰啲大門咧係鎖上㗎，就係以防咧示威者係衝擊。剛才呢個位置咧，都起碼聚集咗過百名嘅示威者啦。我計入去㗎，係啊。咁但係施放催淚氣體之後咧，警方嘅防線已經向前推進咗好多。保安局局長李少光早前就話啦，其實過去幾日咧，當局都係以一個好容忍同埋克制嘅態度咧，係對付示威者㗎。咁但係咧就今日嘅場面咧，佢就形容咧係示威者一啲不負責任嘅行為。咁佢又話咧並唔係咧警方咧係挑釁示威者㗎。咁喺警方施放催淚氣體之前呢嘅大約半個鐘頭咧，佢就發表講話，就話會以果斷嘅行動咧係盡快控制場面，亦都強調香港警方有能力控制場面㗎。我見到大批防暴警察咧，而家係馬師道天橋嗰邊咧向前推進。嗱，而家呢個係杜老誌道另一個衝突嘅地點啦，仍有大批防暴警察喺度戒備㗎。咁我哋有最新嘅消息咧，會隨時再為大家報道反世貿示威嘅最新情況。各位觀眾，警方採取較高武力對付反世貿示威。咁大批全副裝備嘅防暴警察，晚上繼續喺灣仔告士打道同反世貿示威者對峙，中環至銅鑼灣嘅一段告士打道同埋軒尼詩道都要封閉。我係記者柳俊江，而家就喺告士打道嗰邊㗎。柳俊江啊，示威者嗰邊最新情況係點啊？班示威者咧，佢哋啱啱咧有大會宣佈啦，咁佢哋話咧今日佢哋已經盡咗最大嘅努力，去到最接近會展嘅地方咧，去表達佢哋嘅訴求。去到最接近世貿開會嘅地方去表達佢嘅訴求，咁所以咧，佢哋依家決定會暫時喺呢度留低，直至世貿嘅代表聽到佢哋嘅訴求為止㗎。依家呢班示威者咧就喺介乎入境處大樓同埋道天橋之間咧嘅一段告士打道咧，咁就坐喺地下不斷呼叫口號啦，有時咧又會瞓低啊咁樣咧嚟去示威㗎。咁而警方咧，反觀警方嗰一方面咧，佢哋喺呢一帶嘅四面八方咧都係重重戒備啊！因為之前咧佢哋咧都曾經咧衝擊過呢個中環廣場啦，而爭啲咧係可以咧去到會議展覽中心嘅場地附近嗰度噶。所以咧依家警方咧全部都係嚴陣以待，仲不時咧會大聲叫喊咧，咁嚟助長下自己嘅士氣咁樣。咁但係到目前為止咧都未有示威者咧去衝擊警方嘅防線。咁曾經有一啲示威者咧嘗試咧用木棍咧行埋警察身邊，不過咧有其他示威者就將佢阻止咗㗎。周潔儀，好，唔該晒劉俊江。咁警方咧喺早前呢出動裝甲車，咁又喺咧灣仔菲林明道一帶係發放多個催淚彈驅散示威者㗎。咁之前反世貿示威者用搶到嘅警方盾牌同埋竹枝，有推鐵馬同警方正面交鋒。保安局長李少光譴責示威者挑釁破壞香港治安，警方要採取果斷嘅行動，又呼籲市民呢唔好到灣仔，並叫喺嗰度嘅親友立即離開。咁衝突中有多人受傷，包括警員同埋記者。下一節提要喺9點46分。